喂，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呢個749啊！其實咧，大家睇到呢個之前嗰段咧，就係我哋新整嗰個即係做咗咁多年節目咧，都有時要創新一下嘅咁雖然嗰段係冇聲嘅，係應該話係諗唔到配咩聲落去，但係起碼咧，即係做咗咁多年節目啊，搞下新嘅係啱嘅咁又係睇落睇時間啦咁嚟緊呢期大家知㗎啦，就係第83期暑期金多寶搞主嘅，就呢個7月18號星期二晚上9點半舉行而呢個截止售票時間咧，就喺呢個嗰晚嘅晚上9點3啦。今次金多寶彩前咧會撥出6000萬出嚟嘅所以今期嘅頭獎基金咧會係8000萬嘅，祝大家好運即係18號星期二如無意外即係如果我唔取消搞主嘅話咧，即係如果唔係1億嘅話咧，就喺呢個20號星期四即係如果如無意外，即係如果冇取消搞，即係如果個頭出人中去到呢個金多寶嘅時間啦，暑期金多寶啦個8000萬，其實基本上咧2個禮拜之前，過幾2個禮拜之前都係咁谷㗎啦即係不過大家知咗售票都係1個禮拜嘅啫，1個禮拜之前售票嘅啫除非你話由7日預售變14日預售咁另計啦，7日其實都夠㗎啦，因為以前咧金多寶冇預售呢樣嘢㗎嘛，係一定要嗰期先有得買㗎嘛。但係嗰句説話頭獎幾多錢係好重要㗎近呢幾年啦尤其是近呢1-2年咧，即係金多寶雖然就唔係好多但係咧最緊要係嘅期啫，最少今年1月嗰期都有7000萬跟住8000萬，但係跟住過咗農曆新年之後咧，哇真係等到好耐先有金多寶，應該話呢幾個月咧都係冇啲咩冇乜大獎8000萬冇啦，1億冇啦，8000萬都冇嘅即係自從嗰期農曆新年之後咧都冇啦即係而家都所以見到個預售投注即係已經開始真係正式開售咗3000萬，應該1億嘅話，如果投注都冇1億就死得啦，係咪先？今日嘅金多寶從嚟都要講下嘅，有啲咩 number 係旺嗰啲咩咪眼佢話近呢5次暑期金多寶咧，47號咧係開得最多開3次，咁另外就開啲姊妹 number近呢1-2年都有，即係對上嗰1-2次都開姊妹 number 如果好似之前咁開25、27、29咪即係咪跌晒眼鏡咯25咪冇姊妹 number， 一係就姊妹 number， 一就唔係姊妹 number 啦，得2個可能性嘅啫，係咪先？即係又係嗰個指導明燈47號，大家要留意下講呢個暑假啦暑假啦，其實暑假呢經常嚟講，除非你係學生嘅，學生唔關事，因為學生未應該你上18歲以下都未買到落台住㗎啦，係咪先？咁有下18歲以上有呢個暑假嗰啲，而家都基本上即係暑假係噱頭嚟嘅啫，因為咁多個金多寶裏邊咧，基本上農曆新年有農曆新年啦跟住新年啦，即係新年金多寶都新年啦，跟住其實暑期金多寶咧就係咁多以前有啲復活節端午節中秋節嚟緊咧，即係如果中間唔單金多寶話，下一個已經去到10月㗎啦，即係中秋金多寶㗎，中秋金多寶新春金多寶嗰啲咧，就因為佢係節啊嘛，暑期其實係冇節呢樣嘢㗎嘛，即係冇呢個節日呢樣嘢㗎嘛。咁其實暑期金多寶其實係本身係因為7月嗰陣時咧，以前因為馬季7月即係6月殺科㗎嘛，即係以前咧馬季冇咁殺科大佬，你諗下今日個馬季星期日殺科，星期2就已經金多寶啦，係咪先啫嘛？即係嗰個密嘅程度幾犀利，即係你諗下啦咁一講馬季殺科啦，以前咁你馬季殺科咁7月冇嘢做㗎嘛，未有足智賽之前咁咪咩開暑期金多寶咯。我哋跟住開下暑期金多寶開嗰2-3年咪有呢個足智賽咯咁你諗下啦你跑馬賽馬咁啦跟住去到其實你諗下個期其實越嚟越短嘅，因為你諗下啦8月頭8月中到咧又開翻呢個歐洲聯賽嘛，英超西甲都入翻嚟喎，跟住呢啲時間咧就靜好多㗎，不過通常以前就好鬼死長嘅，而家就會咯個零月啦，甚至唔夠1個月啦，大家都知㗎啦，係咪先？咁所以球市就係我開即係冇11點閂門，可能就9點幾就閂門啦，即係大家都知㗎。但係去到暑期金多寶啦係啦，咁觀眾咧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即係如果福將咁Vita 個暑假啦即係做完賽馬之後啦，馬季唞暑啊嘛，咁咪真係冇得做兩廠房啦，下季見啦咁賽馬啦咁賽馬唔知呢排好似有啲觀眾話10幾期冇見過佢喎跟住另外嗰2個就應該剩翻嗰2個應該留翻之後嗰期出現啦，係咪先？咁暑期金多寶啦不過我哋從嚟講上一期嘅真係講俾大家聽好得意嘅
金多寶之前嗰期咧，通常都大 number 嘅。咁如果用翻我哋呢個定律嚟講，係咪應該咧嗱買實細 number 1、2、3、4、6嗰啲買錯㗎啦，1、2、3、4、6嗰啲係咪先？係咯，即係嗱，今年咧基本上咧見到好多期金多寶咧，就算嗰啲大獎都係冇累積嘅，基本個個7000萬、6000萬已經中晒啦，啊半注中都冇嗰次好似。咁你呢啲通常咧嗱，如果望1億嗰啲，你真係要嗱，即係我就咁講嘅，你1億咧就好遙遠嘅，係咪先？8000萬雖然話一步咧差一步就1億啊，差點就1億，但係老實講真係要講1億咧，好似舊年咁又成3次，真係好罕有嘅啊！舊年嘅3次已經好罕有，一次都罕有咧，一年3次。即係我睇係今年咧到而家就咪有1億啦，8000萬都係2次金多寶先有嘅啫啊！如果唔靠金多寶，7000萬都有2次嘅。如果咁講，1月第一期一次，跟住去到對上之前嗰次佢有一次7000萬係中咗晒嘅啫。所以咧嗱，你問我咧，即係啊有啲咩提供啊就冇乜啦。但係睇翻我哋呢個環節啦嚇，睇開呢個節目嘅人都知有呢個環節82單，但係如果未睇過呢個節目嘅人都知道咧，今集有啲新嘢嘅。如果睇開呢個節目都有新嘢啦。嚟到呢個時候咧就82單提供時間啦，即係嘅話世界最後啦。嚟到呢個咧暑期金多寶82單提供時間啦。今期咧特登係整啲新嘢嘅，啲人都唔係咧好悶㗎嘛，期期都係咁樣出發，一期期都咁出發好悶嘅。今期提供咧就係21、29、33、36、44同埋45嘅重複一次就係21、29、33、36、44、45啦。世界將話嚇，如果第一次睇呢個節目嘅人咧，或者睇開呢個節目嘅人就知有啲咩唔同；如果冇睇開呢個節目嘅人，你都知嘅嘛。世界將話係咪啊？係咯嗱，咁金多寶啦即係咁啊，即係係嗰度除咗你學生你未夠18歲買唔到六合彩，或者係唔係我咪 enjoy holiday。有咩 enjoy holiday咧？即係咩？有咩工可以放暑假咯？雖然講除咗翻學校嗰啲之外，有啲咩放暑假？嗰度睇唔明嘅。暑期金多寶我話咩假期之前買定，都問有咩人係有假期除咗學生之外，我都研究下老師咯。但係老師唔應該鼓吹賭博噶嘛，係嘛？嗱咁啊，真係嚟緊呢個8000萬唔知有冇人中啦。咁下期又唔知幾時會有騰啦咁啊，祝大家運啦咁啊，因為炎炎夏日。無論落好天定落雨，中到六合彩都係件開心嘅事嚟嘅。咁我哋唔知下期學幾時係星期4、星期6啦。咁我哋下一次呢一期之後嘅下一期嘅節目7749同大家見啦祝大家好啦，拜拜。